有时候，我们能发现别人身上的优点，却总是抓着自己的缺点，陷入自卑的情绪。其实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，我们都应该发自内心的接纳自己，给自己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和自信。有困惑很正常，偶尔心情低落也正常，但请你始终相信，你就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。要给自己信心，给自己力量。在悠长的时光里，能陪伴我们最久的人是自己。当我们不再妄自菲薄，前进的步伐就会变得更加坚定。